马太福音15章，有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对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问伊讲：是安怎？你的门徒无先洗手就食饭，违反古早人的传统？伊应讲：恁是安怎因为恁的传统来违反上帝的诫命？上帝讲，着孝敬父母，佮讲，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，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恁的已经献互上帝，伊就无需要孝敬老爸。安尼，恁为着家己的传统废除上帝的话，恁加好的人。以赛亚所讲关系恁的预言真对，伊讲，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师，教示人。因敬拜我，拢无采工。耶稣叫众人来，甲因讲：恁着听，着了解，毋是对喙入去的，互人无清气。是对喙出来的，才互人无清气。门徒来对伊讲：法利赛派的人听到你这个话真反感，你知无？伊应讲：毋是我的天父栽种的，拢要甲伊扣起来。出在因讲，因是青面得牵青面，若青面牵青面，两个拢会跋落坑沟。彼得应伊讲：请你甲阮解释这个譬喻。伊就讲：连恁都还无明白哦，恁竟无了解，所有对喙入的，拢入去腹肚内，后来放落去便所，对喙出来的是对心出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因为对心出来的有歹念头、凶杀、私通、奸淫、偷窃、伪证、甲诽谤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无洗手就食饭，袂互人无清气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摕去太尼甲西顿的境内，拄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对迄地区来，大声喊：主啊，大比的囝怜悯我的查某囝互蛇神附身，真艰苦。耶稣无甲伊应半句，伊的门徒来求伊讲：甲伊赶走，伊缀伫咱后面直直在喊。耶稣应讲：我受差派，就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。毋过妇人人来跪伫伊的面前，讲：主啊，请帮衬我。耶稣应讲：摕囡仔的食物，迄互狗仔食，毋好。妇人人讲：施主啊，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来的饼油啊。后来耶稣应讲：妇人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互你的心愿实现。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得到医好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沿加利利湖边行，后来上山，伫遐坐，有真大阵的人带骹手起去，骹歹，目睭无看见，喙袂讲话，甲真侪有别款病的人来耶稣遐，下伫伊的骹前，伊就甲因医好。众人看到袂讲话的人会讲话，手起去的人复原，骹歹的人会行，袂看见的人会看见，真着惊，就归荣光互以色列的上帝。耶稣叫伊的门徒来，甲因讲：我可怜这群人，因为因已经甲我做伙3日久，现在无面通食啦。我毋甘互因四散夭夭转去，惊了因伫路中昏倒。门徒甲伊讲：伫这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阮要去倒位摕遐侪饼来互遮侪人食？耶稣问因讲：恁有偌侪饼？因讲这个嘛有几尾啊细尾鱼。伊命令群众
坐落去涂骹，然后摕迄7个饼甲遐鱼逐射掰开，摕互文图，文图就摕互群众。众人拢食到饱，引口食剩的喙齿堆满7人，食的人，富人人甲囡仔无算，干那达甫人就有4000。耶稣解散群众，后来上船去马加丹的地区。